前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最近才拄交保，不过北检提起控告，讲伊嘛伫咧12撤销裁定。目前有计9月15北院就要重开羁押庭。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就表示，这2天会个好好来和律师团交换意见。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牵涉假话涉案，封关押大约1年，进前以7000万块交保。等于是5天，郭文哲太太陈佩琪发文讲，虽然生活慢慢回归正常，不过因感觉郭文哲想代志变较慢，行路时脚头好袂使，双脚无力，更加会惊到的是尻川配出现2个真大空水。佩琪医师早上的发言，我相信大家看了，心里都很难过。那因为礼拜1的时候就要开庭了，那这2天可能比较重要的事情是让主席能够静下心来，那跟他的律师团交换意见。那我们这边从昨天开始也持续的跟律师团针对有关于撤销法会的理由，我们有密切的保持联系。北检控告成功，高院撤销原交保裁定，发回办案公裁。民众党感觉非常遗憾，并且认为这个民进党特别市议员陈义君所开设贪污案差真多，而且标准无同。民党面对所有的司法案件，皆是秉持着勿枉勿纵，而且尊重司法的态度。那我们在此也呼吁当事人都能够诚实面对。高院指出，要真侪证人也未互相信问，原来裁定认为郭文哲甲尹晓薇灭证散证的可行性甲可能性已经大幅降低，有前后斗袂起来，也有理由无够完备不当。在你撤销原交保裁定，发回办案公裁。9月15早起10点开羁押庭。记者综合报道。